继续来看中国的商务部伫今年4月12日展开对台湾贸易障碍的调查哦，曾表示讲初步调查显示讲台湾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涉嫌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佮讲按说要来取消 ECFA 对台湾的优惠。中国国台办伫今仔嘛表示讲，因支持商务部的做法，也毋过哦，海协会副会长孙雅虎是表示，中国并无要中断 ECFA。有专家嘛认为，中国无一定会取消 ECFA， 也毋过对台湾的优惠可能会愈来愈少。台湾的企业、农业都爱想办法来分散风险。中国商务部开始对台湾贸易障碍调查，牵涉到的产品已经为入园时阵2455项调整到目前2509项。14商务部表示，初步调查台湾对中国贸易限制的措施涉嫌违反世界贸易组织 WTO 关系非歧视原则、普遍取消数量限制原则这个规则，并表示要研究取消 ECFA 对台优惠。商务部将结合贸易壁垒调查情况，依据有关规定，研究采取相应的措施。若做台湾互人认定构成贸易障碍，外界烦恼冲击到 ECFA。中国国台办18表示支持商务部研究采取相对应的措施。不过另外一方面，海协会副会长孙雅虎回应，中国无要中断 ECFA， 强调政治对立是两岸目前上界大的根本障碍。专家分析，中国无一定会单方面停止 ECFA， 不过废台措施无排除会较严。对中国挖靠独权的企业，爱想办法先分散风险。可能他给台湾的一些所谓的惠台措施呢，他可能会从严。当然 ，ECFA 里面的优惠也可能会越来越少。台湾的企业当然自己就要想办法，赶快去做一些分散市场的一些动作。中国商务部14宣布对台湾自碳酸酯扣定临时性反倾销税，也就是 ECFA 早收清单的项目之一。专家认为，中国调整 ECFA 早收清单项目是一种施加压力，那企业要注意，因为 ECFA 零关税的项目大部分拢是农产品，台湾农业嘛要注意受到冲击。记者综合报道。